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財富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6年嘅4月29號。自中東衝突以嚟，市場顯著反彈，風險資產價格已經重返甚至超越衝突之前嘅水平。升勢背後嘅三大驅動力，首先，投資者嘅行為模式已經出現結構性轉變，投資者學識咗喺地緣政治衝擊期間要保持靈活。因為由呢啲事件引發嘅風險資產調整，通常都只係短暫。第二，經濟韌性比預期強，尤其係消費活動，仍然係一個真正嘅亮點。即使油價高企，但係同店銷售、旅客數字、餐廳消費都係非常之強勁，睇唔到有持續受壓跡象。第三，亦都係最重要，就係企業基本面依然強勁。我哋進入咗業績公佈期，而盈利就係目前嘅焦點。標普500指數第一季嘅每股盈利按年增長1成4，更加重要嘅係同過往分析師普遍會喺業績期下調預測相反，今次係調翻轉上調預測。科技股繼續帶領市場，特別係由人工智能相關嘅半導體同埋數據中心資本開支帶動，呢股 AI 熱潮嘅生產力提升，亦都開始傳導至到醫療保健同埋必需消費品。今次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